大家好啊，我係責任精靈啊，我係個忠誠同埋投入嘅團隊分子，我總係做應該做嘅部分，為團隊嘅成功非常努力，唔係無目的自動服從噶，而係尊敬權威。我係具有團隊精神嘅個體，亦都同團隊之中其他成員有良好嘅關係。我對集體忠誠，做好份內工作。喺小組合作嘅時候，同學係咪能夠聆聽其他組員嘅意見，盡力發揮自己嘅專長呢？見到組員需要幫助嘅時候，係咪能夠互補不足，互相支持啊？佢係咪能夠根據前人建立嘅做事方式嚟提升工作效能呢？咁你就發現責任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